等你醒了，我们不要再错过了，好不好？白绝，你怎会伤得如此严重？方才在剑门为了抵挡紫玉鞭，使出了本源之力，一时间伤了元神旧伤，看来短时间内不能再使用本源之力了。天启逃出神界了，是你放了他？是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做，诸神不会再敬你，哪怕他让你拿回主神令域，也未必能掌管神界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和智阳替了他的神骨，把他囚禁九幽。我和智阳绝不会这么做。可他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白绝，万年前我降生在乾坤台，第一个看见的人就是天启，他和月迷日日陪伴我，照拂我长大。他是我最亲的兄长，也是我在三界最信任的人。神谷，我们现在不知道天启要干什么，只有他留在神界，我们才能救他。我只知道，如果他想当主神的话，那么这万年来他有无数个机会可以杀掉我，可以叛逃，唯独他不该选今天呀。是啊，我知道。天启性子顽劣，主神之位哪怕是送给他，他也不会要。今日之举，神尊，肯定另有隐情。小殿下，神尊这是怎么了？他元神损伤极重，必须要以凤族的梧桐树心与混沌本源入药，方能治他的伤。我一会儿就去凤族，你一定要守好长渊殿，待我回来之前，不得有任何人入内。是，小殿下。